怎么，张子與他相識？啊，唉，眼花了，跟張儀之前的一個故人很相似罢了。哦，看差了。一天到晚只會空談清淨無為，於事於人有何用處？一派胡言。我們道德家的道法自然，與時遷移，應物變化，看似無所作為，實則無所不為。說得好，好，兵家好，法家好，兵家好，法家好，道德家好，儒家好啊！道德家好，道德家好，兵家好，法家好。公子，今日辯論明明是我們儒家獲勝，你為何不投我們的注啊？鄙人並非不贊成儒家的克己復禮，只是諸侯相爭，天下大亂，克己復禮難以實行。可就算你不贊成我們的學說，也別投法家呀！這法家治國簡直是一派胡言。照他說的做，那君王們都獨事、獨聽、獨斷，那豈不是一言正而天下定，一言以而天下泯嗎？想要富國強兵，就要依法治國，講究誠信，法布於眾，使萬民知所必就，能夠以法自戒，也能夠監督官吏公開斷案，防止罪犯法外求情。法家以為民之性飢而求食，勞而求逸，苦而所樂，辱則求榮，此民之情也。若能利用百姓趨利避害之心態，懲惡揚善，也沒有什麼不好。差矣，法家哪裡是懲惡揚善？他們是讓百姓不堪重負，苦不堪言。他們不是說民弱國強，國強民弱嗎？他們要的是強義國君而弱天下之百姓。先生，這是斷章取義。法家提倡不別親疏，不輸貴賤，一斷於法。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，法不阿貴，繩不繞曲。王公大臣犯法，與庶民同罪。月兒，公子所言甚是。月兒，哎，公子借一步說話。來，公子坐。領教了。張子，你快放開我！你這是做什麼？王公子死而復生，恍如隔世啊！我在裡面見到月兒了。見到誰？我見到月兒了。羋月已經被秦王封為八子，他怎麼可能出現在這種魚龍混雜的地方呢？不可能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他就是月兒。哎，你聽我說，久別重逢，你要是不嫌棄，陪我飲兩杯。張子，怎麼來日方長？公子歇！我有要事跟你談，事關你和羋月的生死。走。哎，來，這兒。小二，点酒。哎，來了。來酒，來一次。公子，我如今該叫你公子倩呢，還是叫你公子歇？公子倩吧。公子倩。公子倩，不好聽啊，總是欠着別人的，做人多辛苦啊。那就隨長子怎麼叫吧。好，公子歇。哈哈哈，公子歇，大難未死，非常人之幸也。為什麼把名字改了？長子心知肚明，就不要跟我兜圈子了。你也不要再跟我兜圈子了。老朋友到咸陽絕非一日兩日了吧？如今的秦宮之中，已經沒有當初受人欺凌的楚國公主了，只有深受秦王寵愛的芈八子。時過境遷，物是人非，你黃歇還想做什麼？我不相信月兒是個貪戀富貴之人。羋月變成芈八子，定有他的不得已。你說的對。他曾經想離開秦國到齊國去，據說是你們的約定，後來留下來，也是為了要給你報仇。無論做什麼，他都豁出性命，飛蛾撲燈，只為了追壓而亡的黃歇。如今，秦王做主，劫持王后車隊的主使，死的死，跑的跑，
罰的罰，塵埃落定，你突然死而復生回來，你讓他如何面對？讓眾人情何以堪呢？張子，這是我和月兒之間的事情，與他人無關。與他人無關，你為何要更名改姓，藏匿在雍大人府裡面？你也算一代才子，竟說出如此昏話。你也知道，秦楚联姻之後，大秦的前朝後宮裡風波不斷。芈月幾次死裡逃生，好不容易熬過來，如今有王後做靠山，加上秦王的愛惜，受封八子。你要他怎樣？我不要他怎樣，我只要見他。見了又如何？見了就知道究竟。知道究竟又如何？知道究竟了，就会有機會。那樣会害了你，也害了他，就为一探究竟。张子，難道你有保全我和月兒的其他法子？當然有。你離開咸陽，回楚國，我給你備下盤纏，或者你想去哪兒都行。我黃歇不遠千里來到咸陽，我是不會棄月兒不管的，我一定要見到他。見，一定要見啊！身為男兒，為情至上，哪管他洪水滔天去害到別人，哪怕牽累到羋月公主都在所不惜，一定要見到他。我佩服。張子，多謝你的心意，在下告辭了。有心事？記得當初，我曾發誓，只要找到殺害子歇的兇手，給子歇報了仇，我便離開秦宮。眼下也算報了仇了。此一時彼一時，如今大王這麼看重你，你又何苦還說這些沒由頭的煩惱自己？或許是我當初說的那些話，子歇在天之靈都聽到了。怎麼會呢？姑姑，若是我說的那些話，子歇都聽到了，又見我改了初衷，他會怪我嗎？今日你從外面回來，就一直神不守舍的，究竟怎麼了？今日在四方館，我聽到有人叫我月兒。